顶日啊，伫咧中华河边一间住体呢，互一个青云人破坏因的网仔门，走入人兜。加在这厝内是有人发现，就有随甲这个嫌犯的甲抓起来。警方落尾是照这窃盗罪嫌，甲伊送办。中华河边的民体外口徛一位查甫人，行为鬼鬼祟祟，过无偌久，网仔门就互伊破坏。嫌犯开门准备要入去的时阵，去互厝内底人发现，遂溜出去。但是嫌犯已经骑奥多麦逃走。听到他来割纱窗的声音啊，纱窗是一种咱就是那种引线的，有无？我们的外劳就看到，就赶快跑出去要追出去，因为他拿刀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会对是大人，还是讲伫厝的住伫遮，真正一点仔恐怖。这个月18，中华河边有民体去互人破坏网仔门，敢若是想要入去偷摕物件，而且客厅内底阁有行动无方便的是大人。加在看后发现阻止嫌犯，警察接到报案，调阅相关监视器，顺利抓到这位72年厝姓陈的嫌犯。本案那个嫌疑人部分哦，都会骑乘那个一台那个重型机车啊本所调阅监视器后，发现就是该名嫌疑人之后，立即就是于当日下午就查缉到案。警方调查指出，这位姓陈的嫌犯过去就窃盗前科是累犯，伫18、19、2天，管区内底有3位受害者报案，专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